今天的单词是买一，音标是这个，汉字是这个买一。它首先是用作副词，放在动词前面，就是表示不要做后面的动作行動。我幫你報警。但係我哋揦嘢啊，唔係，我哋咪執屋食下嘅。冇嘥時間啦，算啦。咪住，我要問清楚一件事先。做咩啊？我報答你啦。咪啦你，真係雞性難改嘅。你咪咁傻仔得嘅，邊個逼你咧？你講下啲講咗咪冇事。你咪懶得戚藥，匿埋喺裏面好安全。今晚15月圓之夜，到時佢屍變你就知死。另外呢，就是用作名詞，就表示我們日常在吃的一種谷物。好，居然將啲米釀喺基圍蝦裏邊嚟蒸熟。仲使乜口震啊？得米啊你！作死啊！你正話想倒我米啊？夠膽話唔好？喂，醒目啲啊，冇穿煲啊！就是用作量詞，就表示一個長度單位。呢支 UFO 來福槍適合遠距離追擊，射程200米。